我比较喜欢子谦的做法。熊品聪的笔试有他获得，婷婷我会给你扣分数，因为你没有照顾到我们的文熙。新作老热大擂台，老热向下来。好，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罗斯峰哈。大家好，我是甜心慧君哈。系啊，比赛啊越来越激烈咧哈。我相信上礼拜吼，安尼当多嘅参赛朋友啊哈，大家也一辛苦一努力的打拼，吼啊拼到一下，也目前有10强嘅参赛朋友，安尼学员们的啊现场。哦，因为之前上礼拜有2位离开我哋呢。嘿，所以全都也10位。嘿，亚礼拜比赛赛制啊哈，互相 PK。参赛者2赛1组，向下冲一输高的，由评审审查打2赛嘅分数。等比赛结束，分数最大嘅4赛参赛者强势淘汰。因为安尼参赛朋友讲得大家全部同厉害，错，吼，迄各几个3名以内的参赛朋友，安尼学员们。他可全部懂厉害，但是我们为了要让他们更精进，俺特别有请到一位梦幻导师，欢迎俺呢东老师啊！祝星你好，导师好，你好，初次见面，对，那时候都按了游戏定奖了，走，今日有请来，迄安尼节目的荣幸，对，也系安尼学员们更精进的时候，哎呦，这些学员来讲也好，我跟他们相处了一阵子哈，他们真的都很棒，懂腔，而且我觉得中国青春也会那个热情，对，这位每一位都有热情，参赛者每一位都有热情，鼓手呢，他总了一天呢，他嘎给。中间分子啊，演艺人员中间分子已经很棒，他们真的很棒。所以东老师认为我们的学员其实每一个都很棒，非常棒，非常棒，而且非常有热情。虽然唔系客家人，但是高当上高，知道吧？当上高，尤其讲一摆嘅要搞緊合唱部分咪吼，哇，嘅的同我有當多嘅想法吼，同我想法。我不用都给合唱的底部，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哇，还会跟老师沟通分享，还不错。今日做有唱到期待哈，真的要一辛苦啦，按摩hand呢，麻烦哦。好，哎呀，要的学员们哦，就靠你了，好不好？好，今天的表现就靠你了，好吧？啊，不好就不要找我哈。好，再来找你。那请你跟学员们为伍，好不好？好，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好吗？好，不问题，好，跟他来点，谢谢，谢谢老师，好，好了，精彩比赛马上就开始，我哋介绍下呢金牌评审团，一个小评审，齐思琪评审，罗嘉丽评审，总经理评审，小英雄评审，大家欢迎第一组来，展颜上还有总秀妍带来金生涯，来，看好了。天上月老凤仙天。好，还不错哦。不过刚刚那个和音第一句有稍微，因为你有转音，他没转音，所以你们稍微再把那个音再对准一点。台湾先生讲的个合音的部分哦，有他唔关掉啦，不过我哋要提升努力，相信一定冇问题。
相逢今生缘，有缘有分，姻缘如霜，天上烟老凤仙缘。来爱你一生一，奶奶爱你一生一，来想你一世情。奶奶想你一世情。两心相爱相惜，互相鼓励鸳鸯今生缘。世间爱，世间情，情爱心相连。世间缘，世间分，缘分一线天。有情有爱，愿听三声，两意相逢今生缘，有缘有分，姻缘如霜，天上烟老凤仙缘。来爱你一生一，奶奶爱你一生一，来想你一世情。奶奶想你一世情。两心相爱相惜，互相鼓励鸳鸯今生缘。什么太嘎？两位哎好。两位主持人好，帅哥美丽好。美女安好，帅哥好。哈哈，帅哥好香高两位哈，哎，有10个位的参赛朋友啊，哈，10位参赛朋友，因为你想先记啊，你想先记。哎，近水楼台，哎呦，嘿，带动群呐，哦迄，个蔬菜带动群嘛，嘿嘿嘿，带动群。两位啊，今日带来条歌，其实因为讲真的啊，安尼今日合唱嘛，所以我安尼观众朋友我糖豆动豆合唱的歌，真好听。好啊，来请教一下安尼奈美先生啊，来。叶家秀先生，俺是就觉得意见哈，人生哈，我觉得啦，你从国家哈共鸣位置很前面，所以呢有的国冲起来冲两条国，两个在对唱，本来是很深情的。我冲起来家呢，你跟中国是咬字在很前面的时候，谈起来这么紧型呢。有一点我是觉得东东老师应该对你们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当你们两个在合唱的时候，都很懂得一件事情。我想慧茹老师就很清楚，就是两个一合唱的时候，两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声音就掩饰掉了。俺给基师师讲，我希望燕城你韩白冲国歌哈，当你独唱的时候，你就要记得，当你懂得怎么样子去跟秀英合在一起，你的 Q 啊冲啊，你懂得把自己的声音唱成包起来，那个厚度的时候，你永远给其他冲啊不会呢。因为如果你用那种包起来的声音来唱歌的时候，声音就会厚厚的。修几没 Q 容，那刚刚你的用啥？在唱歌的互相的时候呢，各自独立的时候就各自把每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萝卜坑唱出来。可是呢，你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东东老师的功力，把你们两个凑在一起，那个部分听起来很舒服。可是你们一拆开来以后，就各自就感觉上
反而是给自减分的。这唐叶老师让你讲啊，可能对东东老师意见蛮深的。对啊，我们请来东东老师扳回一城看看。都没。其实叶老师讲的没错。其实给李荣英花很多时间在他们两合音部分，我特别交代哈，你第二部在唱的时候莫超过第一部，因为之前练习的时间常听一铺啊。盖过了第一步，阿龟就导览堂好像音准不准，不过他们有调整很好。不过个人方面哈 ，Vicky 李荣英长期就习惯性这样唱。据这个跟嘉修老师讲的是一样，好像呢合唱的时候是老公老婆，突然没有在合唱的时候，每个人唱自己的，就是比吹干不高啦。故事这个一定要注意，老师讲的没错啊，要加油。那这里看一下分数了哈，好，来看一下展演上的分数。37分，满意啦。37分。好，下一位呢？钟秀妍的分数。这分数唔理想。哎呀，先用你专业当中抽下来哈。哎呀，休息一下了啊。好了，撒下了一组呢。王宗强还有侯志强带来彩色年轻海。两个都谁来呢？哎呦，你乖乖冇。我用丢。努力，快从梦想共拥给胜利。OK， 好，我这样听还不错。可是谁唱主音？主音是子谦唱。对的。好，所以你唱第二部的时候，记得音量要往后再往后缩一点点。但你音很准很 OK， 但是还是要往后推一点点，那个balance 那个整个平衡感才会够啦。用宽容给母猪，看见世上滚滚的浪花。最善良的真情，发出喜怒，爱到春夏秋冬。一困难天大，天空的神奇，花开花落，人生的出去。三万大兵下去，三万大兵下去，风风雨雨不移就移。爱会更加努力，爱会更加努力，会从梦想共拥的胜利。给莫处，看见世上滚滚的浪花，这纯良的真情，发出喜怒，爱到春夏秋冬。困难天大，天空的神奇，花开花落，人生的出
对，很享受，很享受。我们刚才想说，我们做成员太好。好，要用啊，现在要用的改都乖乖嘛，其实还好慢慢啊，刚看到，我刚刚真的看到我们那种感觉上像客家好声音呢。错，两个好兄弟了，好兄弟了，哎呀。刘强的启示飞先生。好。因为其实张强老之前跟他唱歌，我一直很喜欢这种味道。好，主讲因为你们的合唱也做得非常好，那张强也做出你应该有的角色。不过因为我比较喜欢子谦的做法。好，就是说你从国外方式对亚述国外感觉来讲，我觉得你就是很平稳的把你应该有的唱歌的一个气势抓出来了。好，也係對牙嘅欣賞嘅地方。而且我話，按你張強係都冇欣賞嘛，當然欣賞啊，只是。你在英国一共主歌下去的时候，是你在唱的时候，我发现你没有掌握好，这个比较麻烦。其实啊，用看用嘅木柱，看的是松滚滚嘅浪花。赤洞雅那个时候心动跳动，被那个副歌还没有影响完。吴松雅嘅款咏唱都有点模糊。我的感觉是有点模糊，用看用嘅木柱的时候，你在带的时候，赤洞有点模糊。按确切了哈，对，就没有那么的准确，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我们这两组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搭档啊，这是我对张强跟子谦的见解。好，安子 say， 对，看本书，对。来看一下王中强的分数。做对了，欣赏欣赏，好嘞。邱志强的分数。好啊，加油哈！安尼下礼拜再拼啊嘞，好不好？应该安尼分数冇问题啦，继续留下来，好，谢谢罗哥，好，安子谢谢，休息，好，来下来哪一组咧？陈建基、and 林思玲带来蔡雅甜情嘅安不跳。好，一条歌当我弹。哎，弹开啦。唱到让你下跪。不用这问题收起来，这莫比老。好狠哦！祈祷天台公，好。亚述国外太部分没有合音，所以位置要很清楚。刚刚经过那个东东老师指导，你有没有发现你功力大增吗？有。我还是尽量努力，然后尽量朝这个东东老师给我的建议去把它完成。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天我们能够建立很好的默契。是门，做梦该安详地，菜领点真个红布条，饭也算咯，梦也算咯，想起来色彩真艳无。
海爱祈祷天台国。哦，夜曲不是门，做嘛该安详记，所以领甜真假红布头，饭也说不落，梦也说不落，想起来色彩真艳无。起来吧，起来吧，我们进房去吧。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啊？唱到让你下跪啊！两个甜音，我风爱弄。吃荷花酒，荷花酒回来晚上回来要跪求，对呀，会尊用。去这西来你这老杯牙牙做呢。啊，莲花啊唔爱啉乌白啉，啊唔对转的不用这问题收起来，这莫比落。好狠哦！给有腔的罗国立老师讲评。好嘞。这下点情感不条，先从我先讲哈，先来讲建居哈氛围上面，你有做到，你有做到，你也是你也冇用听到复杂的技巧去表现一下属国爱。啊，就是你原来干净清纯的声音我觉得很好，气氛营造的非常好。但是如果有一点就是讲，你利用啥？你们两个在搭配的时候哈，这首歌其实你的声音虽然说这个 key 呢，对女生来讲最高音那个维持哈，你声貌有一些吃力啊，对 C 来讲会比较压在低音的部分去冲下属国曲哈。那基本上和谐度就要靠两个人的功力去掌握。啊，给你利用啥个和谐度呢？有一点点小缺点就是讲。建居你的声音太前面了，你拿麦太近了，因为你的声音很厚啊，然后这个诗林声音比较薄，比较单薄，听出来的那个平衡感就没有那么好听，没有那么好。其实和谐度呢会被他的声音会不能失态，诗林声音不能失态，就是被唐豆主讲，虽然说都合唱部分开始 sell 了讲，但是语音调梁是还记得你的声音，反而忽略了 C 模的嗓音，也还给明夜。这个部分你们可以加强的地方哈。那诗林呢？你给你表现一下说讲，我要试讲，你们有这种非常密托，你有做到哈。两个方面没紧张哈，但是我们让 careful。我要讲的就讲，去演黑艺术要注重于营造气氛的歌曲呢哈，那就往这方面去走，你们的路线是很正确，加油！谢谢。好，安子先生，所以到底是敌是友哈，都要看分出来啊。哎呀，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陈建基的分数。61分。一个10分哦。叶老师给他10分，他的满分呢。厉害。再先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好不好？另外一位。来看林思玲的分数。70分，差2分。哎，安尼两位就先下去休息下，好不好？哎呀，好，先坐一下了啊，好，加油！坐车子好。
好嘞，3号的要主嘞。梁先生同林冠权带来求婚。哎呦，好来谈好了。刚你有点音准稍微有一点点会有点害怕哦，要记住上台莫紧张哦哈，郭看雅可以嗓有烟，要把气再往下沉一些。跟欧巴一起合唱，有一点卡卡的，因为我们2个都是自己成长，但是因为有反复的练习，所以我们上台应该不会那么 K 了，所以我们要加油。情动叫，怎情动嘅人，可唔当然，爱会担心。你很爱呀声音，一直电台给你，谁了你，爱会心在。想爱你，总爱跟心肝阳台，让你抬起来，抬在爱身边，谁是谁你保护你。情动叫，怎情动嘅人，可唔当然，爱会担心。你很爱呀声音，一直等待给你，谁有了你，爱会心在。只有你才會本愛看到人生嘅希望。只有你才會本愛看到幸福嘅相遇。也想愛你，所愛嘅心肝陽台，讓你抬起來，抬在愛身邊。誰是誰你保護你？假本愛好夢，假本愛好夢，假本愛好夢。只對你感透，共愛言語。哇，又来了。嫁给他，嫁给他。你看，难得那么帅的白马王子，你的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公主。对。哎呀，刚刚其实画面最后就这样靠着，那画面真的就懂后宽呢。哦，哎，它里面有戒指吗？有戒指，有一个戒指，真的啊。真的哎。哎呦，哎，你这样是在干嘛？诱拐未成年少女啊？哎，你都大他几岁了？10岁。11岁。10岁。10岁啊？啊，随便。10岁。10岁啊？哦。
好，两个刚刚唱的真的懂有感觉，一画面嘛，懂画面懂好看。来，唐安那位欣赏，张慧茹老师来。我先说萱萱哦，萱萱给咪，我觉得你真的很棒，你知道吗？间奏的时候，我看着你从那边翻过来看着冠群的眼神，我都被你电到，好甜蜜哦。然后我觉得你今天我非常喜欢你前面的那2句 A 段的2句，你的整个声音的位置非常的开，非常的漂亮，那个位置很甜美，然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哈，你的表现真的很棒，真的很棒。那高音的地方也还可以，但是可以再唱得更好，我相信一定会更进步。对，再稍微把那个在肚子再用点力气更冲上去，那边就会更好。但是你的整体，我真的觉得你今天很不错，所以我给你的分数是不错。谢谢。那冠群，当然这首歌对你来讲可能吃亏了一点点，就是那个音域的问题，对不对？那你的 key 偏低，所以你今天整个我觉得是萱萱很想要嫁给你，你取得有点觉得勉强的感觉，就是没有，就是你们互动上面，我觉得你的互动的感觉略少了一点，你的肢体有，可是你整个的感觉不够哈。那撇开你的唱的地方的话，我是觉得像这个部分，你可以再加强，就没有帮你加到分。那因为这个 key 的问题，所以给咪你在唱的时候的音准没马后，你整个音准都飞飘飘的，有些地方，然后还有在拍子上面也没有那么稳定，所以比较有点可惜。再加油啊哈！好，谢谢哈。东东老师呢？知道嘞，这一组，在交唱的时候，我都发觉到冠群其实给音域这首歌它会稍微低了一些，看大一些嘞。是讲，可是困难点在什么地方？再升个半 key， 萱萱又太高了。所以这个 balance 我觉得还好啦，两个都表现得很好。因为原本跟他讲那个一上到舞台上，他们俩唱歌是求婚，叫幸福的感觉，他有营造出来。只是冠群好像也比较深色一点的，比较拘谨一些，没有把那个真正给女孩子的安全感给释放出来。倒是萱萱拥抱着幸福，很快乐你是就差那一点点。他年纪太小了，不好意思下手。还是你觉得那个妈妈在旁边，岳母在旁边不好？可能拍摄了，可能拍摄。不过整体画面真的懂，很好，很协调哈，很棒。安志 C， 好，看分数。好，先来看一下梁先生的分数。范姐姐，你今天是用白？来啊！你上还有拜父父母出来。先来看一下梁先生的分数。来。哇哦！其实辛苦了。好，先来看一下另外一边好吧？好来来看林冠群的分数。因为37分，我在想入6名应该会有点辛苦了，好吗？哎呀，说不定他下次的败部复活，突然突飞猛进也不一定。很难讲，全部都给他打10分，这是不可能的。好了，好，东西记得带下去哈。好，谢谢。好了，杀好了这一组哇！一盆花其实不是拿下伊啦。哎呀，一好看呢。天天屯李文馨带来法书下。哦，真的那一盆花拿回来，快点。来，再借我们一下哈，再借我们那个道具，再借我们。对。来，堂哥来。法书下。你们两个有个重点，就是说，
利用啥合音黑懂冲呀，合音很棒，合音很棒，但小心音准要抓准一点。怎么样把它抓准一点？两个常常互看对方，要更多一些哦。因为于是冲第二部的比较难唱一些哈，看难冲的是要抓准。不过你们两个的合音，我觉得应该蛮有信心的。你是堂公吗？發叔行，佢到黏黏嘅髮，年輕行過去，介夫婦拍拍嘅髮，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膀，跌落你腳下。发梳行，你是堂公梦。发梳行，佢到黏黏嘅髮，年輕行過去。街縫縫拍拍幾番，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膀，跌落你腳下。發梳行，要已經2、3點。發梳行，有一個老師傅哦，做個嘅男生，做個嘅什麼嘢？群群在門前發，來來去去，唔知幾多散。發梳哇，天籁，真的。那个气音的部分掌控的非常的好听。发梳行，有一个好师傅。发梳，气声没啊？你有些那气喘的感觉。气喘，你是说郑经一气喘吗？来谈一下肖老师。好，肖老师，他们两个的声音配合起来真的是很美，就像我们婷婷啊，尤其你的低音，我觉得真的好有磁性啊。本来我今天想要给婷婷满分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文心啊，不要因为有人靠山哈，你就有点好像就靠老师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可能给你文心扣了1点分数哈。还有为什么婷婷我会给你扣分数？
因为你没有照顾到我们的文心。你们在和声很美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可以对看一下。虽然我看不到你们的表情，但是体型我看得到哈。你们都没有翻过去一下，个人唱个人的，我觉得这个和谐默契就可能要扣一点分数。好，但是你们真的是天籁之音，谢谢。好，谁啊？那2个天籁的分数到底是怎么样呢？好，来看一下，来。陈婷婷的分数。哦，谢谢分，徐老师给他满分10分呢啊！哎呀，10分合格，哎，厉害。有压力了吗？习惯了，真自然。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李文馨的分数。哎，41分没动过分啊，很厉害啦。很棒啊，41分，应该没什么问题啊。OK 的。哎呀，对，好吧。好，恭喜2位，先转去 V 的当中抽下来，抽小啊嘞，哈，我咱们公布一下多带那 CV 的面淘汰，好不好？好，来，请回座休息。好，今日5组的参赛朋友啊，哈，当然有输有赢，输的签是变淘汰。有 CV。那 CV 就从他个报告下来来。可惜的郑彦尚，还有钟秀英、林思玲、林冠權。好，有 CV 朋友签是变淘汰，下礼拜有拜复复活。系，接下来安尼传统组的比赛啦，哈，安尼传统组的 PK 赛，考验大家的默契。当然啦，哈，比赛之前哈，哎呀，忙介绍评审欣赏之前，安尼介绍一位，她也是我们客家界的张惠妹等级的。听说也是入围过我们金曲奖的客家歌手。那当然，每一年都嘛要入围一下，嘿呀，每一年都要入围一下。虽然每一年不一定得奖啊，但是一定要入围一下。那我们赶快来欢迎这一位王碧淑梦幻导师。老师好，老师好，罗哥好，再见面，好久不见了哈。对，是啊，我们刚好去年我们这个有一起入围金曲奖，真的，你们2个好厉害哦。但我是入围台语的，对，今一位安尼可以，今日这腔调来做安尼梦幻导师，我相信今日大家成绩一定不同好。对，就是要加油，好不好？给大家加油。非常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老师。先唱现场还熟悉一下，谢谢你啊，辛苦了，谢谢。谢安子谢哈，好，麻烦。你看到什么人讲，你都问哪个都按呢？是吗？看到什么人做按呢？好，马上来介绍俺的金牌评审团。罗依依先生。龚允勇先生、李继明先生、曾敏祖先生、李秋华先生，有请到第一组，范思云 and 刘淑萍带来赌马跳。好，来谈过来。范娜姐，你在唱之前哈，记得，因为是对唱的时候，前一个人唱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也是跟着唱，因为我会发现刚才你的起头。稍微的没有这么在拍子上面，对，会比较突然的出来，对，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姿势这摆电做伙呀，哎呀，摆电的啊。两位嗰种色古娘娘的。哎呦，吼，两位今天整个本性就拿出来了。范姐姐，你今天是样板？唔系啊，你上还有拜父复活多少个？唔听表喺里面跳一跳欢喜的，听表喺跟麦克风拿起来唱的，有样，哎呀，真嘅。按你啦，今日带来一条杜马雕啊，请问杜一只雕的满意了？哎呦，有各位杜的欣赏错冇？安尼立秋啊欣赏，请问杜哦。来，有请到秋夏欣赏公来平。请教一下你立秋啊欣赏哈。所以你还能不读书会紧张啊，所以你从来都会润面的时间，有青岛的比较哈粗伤，莫拿润面创出来。你个理来，了不以后说呢，你个麦克风，你刚刚什么看到？你是为了个表演，麦克风。哎呦，伊讲到伊带好 mini 麦的，随时拢可以冲的。还有本只建议理来莫理来啊。你来不离来呀，那来叫来是某张，你尽量将那四冲比张，润面悠悠哈。所以你出入流苏出心入下来那个家咋入下来，你这硬个润，我哋这本只建议哈，入下出咪强壮哈。还有削片哈，Q 年，哎，你讲你是 Q 年，Q 年过了啊 ，Q 年，要准备转改一下，不好好听。你新年来，你来是新那年来，硬，新那年来，家姐转润会比较好听哦。照你讲啦，今日啦，作品唱得比思源还好听诶。哦。但是你思源呢，缺点较多啊，专业加油，好吗？加油！哎，现在看一下范思源台阶分数。嘉良北吼比较含蓄啦，因为佢偏的资源要行，对吧？所以佢唔理用唔闷。现在看一下范思源台阶分数。39分，张老师给张云逸老师分7分嘛，可能就扣到个麦克风啊，系啊个部分去，哈。来看另外一位安尼。刘淑萍台阶分数。73分，有差哦。这种分数应该没问题啦。两位先签署在位当中抽，好吧？谢谢哈。按姿势哈。谢谢。多谢大家哈，来做休息。好，加入两位没看样板的案例，看下一组的两位，小纯还有钟汉一，我带来半三言。看啦。哎呦天爱来，你们互相看对不对？这边默契控制得很好，可是刚才那个 pitch 有一点点掉了，所以等一下注意要听那个音，对，听音乐的音高。老师给我们自由拍的，我知道，他一定会看你的呼吸，对，可是你音高要抓准。好，加油，风啊。
好。啊，哎呦，大家好，怎么你拿着伞上来着嘛？乐意。老易，哎呀，那不对，老易。没有，因为半山腰要是歌系爱故乡美浓。啊，错吗？错，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请教一下，两位你知道今日创作样板？哦，真不容易，真感动，因为今日安尼节目安排哦，就当有特色的，唔係講全部即個從啷個大嚟睇，從年頭創到尾全部會神態跳天嘅啦嗬。我今日有小可有改變嗬，風格當好，因為台灣客家山歌呢有8個數呢，唔係創嚟創就個神跳天嘅啦。所以我感覺豐富嚇，當然化，當一個當好，製作單位到當認真，參賽者也按認真啦，所以我俾1,500分啦。兩邊都當5分是吧？哦。哎呦，嘿嘿，看一下哟。有跳那个哟。看两位6名以内的，也4名以内的。先来看一下吴秀纯的分数。好嘞。哇！也一路耶，75分。哇，操！再来看一下钟汉一的分数。两个拥抱一下，两个冠军歌手了。对的，哇，这下子有得拼了，继续加油，好不好？加油！谢谢安志生，回座休息。好，哎呦呀，安尼表示呀，出一个安尼轻急速了，很急速，我们制作单位非常的用心。好，看下一组来。是吴家庭还有王彦勇带来《骗子歌》。好的，躺下啦。哎呦，超中西呀！合唱的地方，你们断句、呼吸的地方不在一起的时候，在听觉上面它造成了很大的落差。
很棒，演技。用个麦克嘛应该有好嘛？有急速吗？有急速急速我们唱的有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活泼很多。我们2个人有点小变化。那以前是有一起共同合作过吗？就合作有2擺去共下合唱，讓有來配合到，宇宙冇。但是有講好兩啥，用乜嘢唱嚟創新誒。有上好的啦，有計劃的。創新哦，這個我這一點還是可能沒了解哈。唔是一成不變啊。那個請教一下那個曾敏竹先生哈。有請先生。兩位有沒有受過創新？兩啥咩嘅係冇講好玩啊！嗬，格縮啊，像第一堂嘅時節，最每一堂愛火嘅時節，安顏容是唔記得講愛火啊！家添白師傅都台燈，咁樣個手動作就出來啊！嗬，係啦，嗬，天時燈扛唔起來啊，所以唔好就嘅動作，唔記得是算嘅，哎樣嘢，嗬，最尾叫佢上到，咪則個唱到對。習慣先啦，習慣先啦，哈，所以下你愛加強啊，下你要注意加強啊，多個加油。剛剛上一組哈，這個夢幻導師搞得懂哦，兩位就45分，45分，懂過分。哇，那這一組老師覺得咧？其實呢，加添吧，跳下要改一點點東西啦，跳下一直改不過來。不過兩萬，我有很多嘅改變，不過從欣賞講誒還不夠放，那個兩個人的對話，構思給講給事情啊，會表現出來，做得更放一點。可能咩加點北哦，可能要較避暑啦，比較含蓄啦，因為佢偏嘅字又咩夾，對吧？所以佢唔啲用。好的，你講到好，唔偏嘅字眼，就是那什麼個呀哈，嗰種有嗰種感覺。好啦，現在看本書啦，看本書，好，來看一下盛家庭嘅分數。71分。不差啦，做得，可以。另外一位咧，王彥勇嘅分數。兩位是40分，應該係啊，冇乜嘅缺失的話，應該冇乜問題啦，嚇。係啊，2名以內應該做得。好，安子生啊，謝謝。多謝哈，可以做休息哈。好嚟，殺下嚟。分選過來咯，羅思妍同廖瓊玉帶來平淡。很明顯，一看就母子組啊。我們是最年輕的一組，所以上一組是最老的一組。你刚才在唱歌的时候有没有看姐姐？有嘛，对不对？都一直看，对不对？其实不要一直看，反而是你今天还是要顾到观众。虽然今天是对唱，可是像琼玉姐就很棒啊！你在唱的时候，她看观众，然后她又看一看你，其实是有点是3方面的。今天不是只有你们2个人的世界。
组很明显，一看就母子组啊。我们是最年轻的一组。最年轻？是呀。真的吗？姐弟组啊。哦，所以。阿姨，对呀，我想说，我儿子已经要结婚了。所以上一组是最老的一组。最年长啊，最年对不对？最年长，最有经验的啦。对，来，有这样的高远女先生来公平。江老师。龙沙都也不容易，都唱得蛮好的。小孩子唱得动拼损啊，该上腔啊，这么小大家都知道啊，轻不容易，你唱得很好。泰年呢，用这种这个表情啊，各方面啊，都很放松啊，非常自然。所以我启动龙沙表达动好。小梦姨，什么先生？我唱哦。赞嘛，小看分数嘛。好哈，好了，应你的要求了，看下分数，好了。啊，先来看一下老师的分数。好嘞。希望先生，谢谢师傅，有满意吗？冇满意咧，哎呀，44分當過嘅了，來看一下廖強玉嘅分數。來。滿意嗎？哦，安尼對唱也這種單元都多嚟嚇。因為安尼對唱嘅話，可能想講旁邊有人，看唔會緊張。係啊。我發現到私人見面看唔會按分數呢。哦。可能小蘋果鎮住了。對啊。他唔會分。旁邊有。我合得跟他身高一樣高。旁邊有一座冰山在旁邊，不敢晃。不敢晃。哎呀，兩邊都當過分，好嘛？哎呀，恭喜哦，恭喜！是嗎？回座休息，來啊！哇，安尼真的這種單元哦，分數大概全部當好啊。會有一種較勁，較勁的那種心態。後面我見面跟人對唱，唱愛好啊嘛。加油！所以要做這 PK 啊，對啊 PK 比落去吼，不是雖然大家是好朋友，共下來參加比賽，但是 PK 落去沒有分出勝負啊，對嘛？咁講下講，今日一個單元等於係個良性循環，好，各位好，所以加油咯，好嘞，下一組，鍾美珍還有鍾雄曲帶來鬧講，好來談過來。其實你就是一個很大氣的男生，然後這個女生在這邊，你們在，對，所以那個其實，在視覺上面看起來的那個感覺很重要。可是這個怎麼樣讓觀眾可以體會到你們真的有那種愛來愛去的感覺呢？一定是你真的發自內心，觀眾就可以看到。相思滿
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各位主持人，哇，熊 Q 姐好，米金姐好。哎呀，我爱上那个熊 Q 姐了。哎呀，好帅哦！我觉得他很有男人味啊。对呀，你们上辈子可能是一对情侣，不然就相约哈神影。哦，很搭配呢。搭配都非常的好啊。很登对耶。夾蘇，來，啊，羅茵茵老師，係啊。羅老師。我先來講咧張美珍哈，美珍姐，我是同兩擺從咧對唱歌曲。金鋪動作，因為我之前讓你公平嘅時就講應該上映下柔，和從起來呢師兄柔下尖吼，所以呢你要衝出來一些，像是你係死動強會衝出去咯吼，咁講兩擺從兩個歌曲，我感覺到有控制。而且控制得宜，我想講，可能是黃佩書老師指導得很好哈。咁講有隻詞係係加強，應該有糖度，吼有，吼應該。強容係上映，調了有點尖，吼，所以係講從呢隻寫些加一點點日，係，應該鼻腔上映唔會按到，吼，因為應該鼻腔本來就是自然的，吼，你有冇去注意，除非常常除非挺尖咧，吼，躺起落去下不舒服。你係張香菊大姐，吼，你擺從你係寫來，我想要做功課，就係你唔但強係表現。到當好，香港有了你係寫來嘅，你係氣氛吼表達出來吼，所以我知道你係做呢表現到非常嘅好，是蒙你哋。按住這樣子，非常嘅好，按照看分數啦啊。好，看以後了，先來看總米子的分數。來，哇，75分哦。叫死哦！哎呀，雞在哪裡呀？海咪，你看下總熊 Q 嘅分數。哇，今天做真的，我覺得這個單元是可以做的，哎呀，而且激勵對方啊，哈。啊，不過呢，就我有一個比較困擾的事情發生。米咧都按高分，米都空分，米都冠軍。對啊，那很難用板啊，很難淘汰哈。哦，老師，傷腦筋的啦。讀啥就按好，唔吧，兩位先轉去 V 當中抽一下，我就雙下攞緊統計下分數嚟，好吧？好啦，好啦，回做休息，啊，恭喜哈！嘿，按呢算出來了。按夠嘅咯。組嘅參賽朋友啊，按呢簽時淘汰有 CV。哦。係啊。我加油嘅啦。CV 下禮拜有咧敗部復活比賽。所以大家的報名哈。係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真天花哦。0227778231。係，按住說，多謝大家收看哈，今日非常感謝各位收看以外呢，還沒有多謝5位辛苦的評審先生，謝謝。真老師啊，對不對？謝謝。好，同時大家唔記得了，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的收看呢，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來，再見啦。